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5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18岁公民权修宪案今仔日欢迎三读通过，率来公告半档，公民投票覆决，可能会伫年底地方选举做回办。过来今仔增加122个境外病例，14个本土病例，家人有4个，其中有2个警察，甲市长林佑昌有接触。卫生福利部预告，健保投保的上限要调悬到219500块，大约13万人，一个月保费拢会增加。新闻一开始来看，咱过来今仔先增加122个境外病例，14个本土病例，有10个是新北市一间科技公司。另外，家人增加4个，其中有2个人是警察，而且张甲市长林佑昌有接触。指挥官陈市长是讲，市长会先采检，居家隔离3天。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本土的病例有14例，那境外移入有122例，有1架飞机从越南来那实际的人数它有137人，里面被验出53人，就这个同班机应该还有其他人会被验出了那本土案例在今天这14例里面有10例10例是在一个工厂的在新北的一个工厂的一个群聚那另外呢有3例是在基隆这一位22596是一位警察的同仁，那刚刚又通报他的同事又有一位是确诊，林佑昌市长有这样近距离没有戴罩的接触拍照，那我建议他先当然先采检那第二个可能就建议他先居家隔离3天再采检，然后再来做判断。这个算是一个在新北的一个科技公司那里面除了1位本国的工作人员之外，其余都是其余9位。都是移工都是移工。以前的炭烧高雄一间化工厂有烧的事件，新北市一间科技公司嘛传出群组感染，有在员工确诊，家人即马嘛传出4例，第一分局就有2个警察挖着病。又搁传出这场规定烧的事件，这间伫新北市树林某一间科技厂，25礼拜5传出有10个 PCR 采检阳性，目前工厂正在进行全面的消毒。新北市在昨天傍晚，在树林某科技厂里面传出有1名外籍移工确诊个案，总共采了208名。在今天早上9点钟，整个采检结果出来，确定又增加9名阳性确诊个案。另外也传出家人第一分局侦查队员阳性。本分局侦查队1名刑事同仁于本月24日晚间陪同友人至医院就医，其友人经医院筛检结果为阳性确诊。随后，该名同仁筛检结果亦为阳性。因为进前发生高雄化工厂规定烧的事件当中，13个确诊个案拢是突破性感染。有专家提醒，本土疫情虽然有较缓和，不过台湾也无放零的本钱，疫苗也是要赶紧做。大部分都是轻症或无症状感染，只有很少数是有需要住院的情形。那表示说打疫苗还是蛮重要的啦。另外，咱国向 COVAX 所买的200万剂 Novavax 疫苗，可能最近会到到位。专家表示，美国科技大厂 Novavax 疫苗，甲高端同款，拢是属于次单位蛋白疫苗，适合用伫过敏有不良反应的人，第1剂至第3剂拢会使做。它是目前蛋白疫苗效果最好的，它的临床试验在针对武汉株的时候呢是接近9成，可是我们预期它针对 Omicron 它应该会降下来，可能到5到6成。可是不管怎么样，它还是一个目前在你可以选择疫苗里面安全系数高，然后效果又好的一个疫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18岁公民权修宪案今仔日立法院投票表决伫中道已经三读通过，并定国民满18岁就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甲参加公投的权利。依照宪法征收条文的规定，公告半档后，经过公民投票复决的听书，只要同意票超过所有选举人的一半，就会当通过。这嘛有可能会甲年底地方选举做回来办。18岁公民权就是现在。
跨党派立委特别请高中制服来支持18岁公民权修宪案，25在立法院要投票表决。民进党、民众党，佮加上时代力量拢支持，呼吁调野投同意票，予18岁公民权入宪。认为18岁公民权必须要下修，让公民的权利是能够是能够权衡相符的，而也希望台湾能够持续朝着修宪的脚步迈进。我们呼吁朝野各党都要回归理性务实，要回应我们广大的民意，要还权于青年。根据宪法精修条文规定，立法院要提出宪法修正案，议会讨论的时阵，需要立委3/4出席，也就是85位立委。出席立委要有3/4 64位同意。民进党团有61席，佮加上2个在野党支持，连做国民党团无出席，安尼就无法度通过。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就向那亚讲，卖做修宪的道兵。今天透过充分讨论、审慎评估之后，等一下进场会投同意票。国民党支持18岁公民权入宪。不要说我们支持18岁公民权啊，还有但是，不要把其他案子再加进来，这是对国民党最后的呼吁。我也欢迎大家一起完成这个修宪的工程。国民党团经过超过1点半钟的会议讨论，决定支持18岁公民权。在民众表示，虽然有成员质疑民进党修宪是为了家己党的利益，不过谨慎评估了后支持。国民党支持18岁公民权入宪，谢谢大家。18岁公民权修宪案送出立法院，公告半年后交付公民法官。这原来是为2005年通过第7届，也是离即马最后一届修宪案，再一次有修宪案成案。记者综合报道。卫生福利部预告，健保投保金额修正草案上限要按算要对新台票182000块调悬到219500块，大约有13万人一个月保费会增加116块到1939块，一档健保会当加收17亿，上紧5月份会实施。因为个人收入增加，已经有12年无调整的健保投保上限上紧5月调悬。为了提升负担公平性，卫福部预告修正草案，健保投保金额向顶悬调升5个级，为即马上悬投保月薪182000块，向顶悬调到219500块。预告受影响人数差不多是13.7万人，其中9%是受雇者，每个月健保费会增加116块至581块不等。那个其实最大的还是受雇者，好，当然这里面也有可能是医师，但是如果他自行执业的医师，其实他的数目本来就不多，高薪的员工就是超过18万多的这个薪水的人才会受到影响。社会保险师表示，考虑国内基本工资，同时也是健保投保下限过去12年调整11届，调整幅度达到46%，不过健保分级却是无调整，而且伫今年2月健保会会议中，大部分的委员拢表示，为了强化健保量能负担精神，高所得的爱负担较侪健保费这个责任。一定新制上路，有13万人每个月负担会增加116块至1939块，会当增加健保收入差不多17亿。除了地下经济或海外收入，会导致于说有些国人其实他可能是收入蛮高的，但是他却投保比较低的保费。那包含说现在投保的上限集聚到底要拉到多少，才会更符合现在所谓的所得再分配这样的一个效果，其实都是可以在诉诸就是公众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讨论。医改会也提醒。较早其实也有一个互人批评的问题，就是袂少长期住伫海外的民众，伫国外拢有工作，收入嘛袂歹。不过这部分安怎纳入健保费来计算，确保公平性，这原来是政府爱思考的课题。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疫情影响，真侪行业日子是拢真歹过。政府是有提供未少补助，亲像职业驾驶人公司会当帮因来申请3万块的薪水补助。高雄市刑事大队是接到检举，查到高雄有一间租车公司为做员工在职甲薪水的证明，向监理机关申请70件薪水的补助，总金额是200多万，向离职员工拢互提做人头来诈领补助。警方来到严姓嫌犯的厝来敲，第一时间伊甲记者唔知影。你配合？OK 啊。
我做了什么是吗？伫警方抄出着电脑主机、涉案手机等证物来比对，伊较承认利用家己开设的租赁车行，伪造着职业司机在职证明甲薪水的证明，甲监理机关申请着政府补助的新冠肺炎纾困补助。一个人一届会当直接领走3个月的补助3万块，嫌犯一届申请70几条薪水补助，总补助的金额超过200万。应该一台车最多是1.2倍左右，所以这个公司。原则上应该是大概9个人可以申请，可是他这次申请是高达70、80人，所以明显的异常。警方表示，这间车行名下6台车所申请了70几条的补助，无解合理。在过程当中嘛，发现至少2个是离职的员工，在任职的时阵所留的国资，互嫌犯摕来申请补助。嘛有3位到4位白牌车的司机，因为无瓦行，主动找车行合作，以特效的方式来盗领着补助，互列做共犯。警方当咧清查，离嫌犯不法的所得，还有所买的物件，已经拢扣留。检察官侦讯了后，甲嫌犯以12万块来交保。记者王刘婷、陈显坤共报道。来看华人的光复乡乡公所最近开始发1000块的防疫礼金，望讲会当鼓励乡民来注疫苗，大约是有12200个乡民会当领到这笔钱。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花莲县真侪偏乡的民众工课受到影响。为了减少民众生活的压力，光复乡公所通过乡民代表会，决定发1000块的防疫礼金，都请真侪民众来领。你知道这钱拿的要做什么吗？要防疫，买口罩，买一些防疫的东西就对了。想吃什么就买什么啊。对，他不是做防疫的吗？对呀。给你们买，你会去买口罩这个酒精吗？会啊。会啊。不过领礼金甲原意注疫苗的比例是天差地。根据公所的资料，为2019年开始，光复乡疫苗的注射率，第一档是76.34%，第二档是68.54%，第三档较少是39.93%。我们现在打6、7成左右，所以变成还有3成多没有，所以因为都是长者嘛，希望鼓励他们赶快去打疫苗，然后已经打好疫苗了，我们希望鼓励他们再去买这些防疫的用品。公所强调讲，礼金的费用是因家己筹备的，总经费差不多是1270万，为22至31这个期间发放，差不多有12200个人受惠。这是花莲县13乡镇市，伫秀林乡甲丰滨乡发防疫礼金了后，第3个嘛缀咧办理的乡镇市，其中秀林乡是上悬发3000块，全县已经有32756个民众有来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林武一栋5层楼高的透天厝，今仔透早3点外1楼火烧，火是炭了真紧，住伫3楼的厝主得到厝顶去等待救援。加在一家伙仔4个人拢有救出来，嘛无受伤。起火原因阁需要调查。消防人员拄啊到火灾现场，就紧准备推压要救人，因为厝主一家4个人困伫透天楼顶。他说他们在很多烟。对，他们在5楼，没有看到顶楼有一个人在挥手，可是因为这边的视线不良所以不确定顶楼有多少人。1楼门一拍开，内底传出火光，消防人员赶紧布水线灭火。高雄林武明湖街这栋5楼透天，25号半暝3点外发生火灾，乌烟真紧就向楼顶扩散。厝主一家伙仔互徛在火灾警报器查清了后，赶紧向楼顶走。我们3楼睡觉，起来都一样大烟啊，对，都很多烟的。我们跑下去跑不到下去。消防人员用分体将厝主一家救落来，厝主的面互乌烟熏甲乌气，太太甲来关心的亲友揽做伙，看起来真惊吓。这场火灾大约半点钟灭掉，起火点应该是1楼办公区。那1楼类似一个办公室，还有一些电脑桌跟一个办公文具。对，那边看起来稍微比较严重。起火原因得伫调查，烦恼厝主一家互乌烟砸着伤，4个人拢送去病院。但消防局嘛提醒，火灾的时阵，若是房门外口已经拢乌烟，上好大门关起来，大棚塌好满，伫露台也是窗仔边等人救，唔通向楼顶走，因为人走袂过烟，颠倒可能发生危险。记者陈环武、柯正俊高雄报道。最近桃园路的美和路霸品在仓库和杨梅家乐福的物流中心发生火灾，仓库物流中心的风险嘛，互外界真关心。桃园市消防局长就讲，即卖法规是对袂着防灾的需要，伊建议大型的仓库应该爱规定爱设防火的架景。
厂房一直称乌烟出来，加温厂因为这温控的设备异常引起火灾，还有员工调伫内底。桃园市消防局25早起伫北地区好实在加温物流中心来办理抢救的演练，员工应负责初期的救火、避难逃生，还有受伤救护，这拢是这个训练的重点。我们定期都有在做消防演练。 那针对每个同仁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才不会说实际发生的时候忘记要怎么样去应变这件事情。消防人员来到现场，除了了解这个火灾的情形，还佫随有水线和拍光来抢救，嘛来操作分推车，把这个吊伫下边员工甲救起来。火拍化了后，因为加温厂的 结构较特殊，所以嘛爱来调度大管的来个斗赞助，安尼通互火场的排烟，还有残火处理会当完成。我们也跟中央建议啊，希望是不是他们能够重新把这个仓储这个这么大的一个空间能够设立要求有这个防火隔间的一个设立。 桃园市消防局长直接讲，法规对袂到防灾的需求。最近罗德、美福的这个橱窗，还有杨梅家乐福物流中心煞咧导火，虽然无造成人命的损伤，不过煞消除这个仓储的这个风险。除了讲针对这类的现场来做防灾的演练，嘛提醒业者都要加强防灾的设计、员工的应变，还有训练，还有自主风险管理的评估。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中华关河美林安路125巷附近的起厝，一冬外来已经造成厝边12间厝有壁损。最近因为地震，民众是真烦恼哦。中华关建设处是表示，已经要求这工地停工2届了，即马嘛是要求爱先停工，有安全鉴定的报告才会当搁动工。 对着住户来到后壁的灶骹，墙面已经往后壁倒去，空房上少一个拳头无看，涂骹嘛全部拢是壁损。另外一个住户墙面甲涂骹嘛全部拢壁损去。这壁挡离废进前阮拢无安尼啊，你甲看这壁都安离很大芳。 中华河美仁安路附近的住户最近是住了真袂安心，因为附近一个建案工地为1年外进前开始伫挖地基，周边的住户就陆续发生厝拢闭起的现象。目前已经有11户民厝受损，住户怀疑家己厝的地基可能因此倾斜，怀疑是建商挑抽地下水。我是100基左右一直抽到年外，目前还搁咧抽，换一头较少至少30基，抽年外伊那可能袂倒。 住户讲，建商甲民厝非常的瓦酷，真侪住向建商反映，得不到回应，即使看到受损的状况愈来愈严重。最近地震嘛常常伫发生，搁较烦恼厝的安全。中华关建设处表示，已经启动施工安全机制，嘛要求建商紧急来停工。一个零损状况的一个鉴定，那鉴定如果有危险影响公共安全的疑虑，那我们不会同意他复工。 中华关建设处表示，这个建案为2019年12月开工以来，包含着目前，这厝已经是第3摆停工。除了要求建商来做毁损状况的鉴定，确认受损是毋是有公共安全的疑虑，取得安全鉴定报告书了后，才使同意复工。完工进前，买甲住户协议赔偿，才来发使用执照。记者中华采访报道。 来看，日军特种作战指挥部特战第5营，对这个月15到4月7日开始18天看死的管区456公里战术任务训练，嘛已经有做过3届暗时的行军，有20公里以上用行的行军哦。特别要注意的是，这届还有4个月军事训练役。 特种部队藏伫草坡趁机会出动，模拟敌军车辆进入路口，实施拿查。官兵用火力压制包围，阻止敌军侵入城镇。战争发生，无法度避免官兵有伤亡的情形。部队模拟战场救护配合较真好，提高战场存活率。这届18天的战术任务训练，包括新北、桃园、新竹、苗栗4个县市，特种部队必须克服真差天气、身体疲劳、特种侦查、也加攻击作战等多元的任务。目前已经经过3届夜行军，也加20公里以上的行军，是体力加意志一大考验。已经完成的10日的训练，累计里程234公里。 今日的主要课程为小部队特种作战。军事训练役头一遍纳入特种部队随队训练，体验更加强的训练，亲像当日伫大日头卡，也是像雨归港道的时阵，其中有官兵训练结束前就会当结训。不过因以一日特战、终身特战的精神，决定自愿完成全程训练才要结训。
役期的部分我是没有意见，不过最主要还是训练本身。精实，我觉得来到特战是真的学到蛮多东西，就是战斗技能也是有提升。456公里战术任务训练是以行甲坐做伙做，也就是平常时用行军训练，也无遇突发状况，坐车机动赶到营地。航特部强调，只有多变的天气形态，佮加上高压的训练场所，才当培养合格的特战勇士。记者综合报道。现代战争资讯战嘛是真重要的一部分。今仔日欢迎资通安全甲科技发展促进会正式成立，要来推动资安相关法案的立法。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嘛出席小听。现代战争，网络战正做重要的作战手段。朝野立委伫25正式成立立法院资通安全甲科技促进会，关注治安议题，嘛来策动相关的这个法案立法，来防护咱的国安，也佫有公部门、私部门的治安。光是去年，其实治安事件重大的这些治安事件，在上市贵公司就有16件。而且我们必须要认清一个事实，就是这每一个上新闻的治安事件的背后，可能都还有好多个没有公诸于世的治安事件。因为俄乌战争、网络战争做关键，引起治安就是国安的讨论。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伫面册内话讲，除了强调治安就是国安，建议台湾会当来参考美国的做法，整合资讯安全组织，以主管的关度来防御网络战争。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这个战争哈，这个战争事实上我们更可以体会哈，这个所有的所谓的资讯通讯安全跟人工智慧等等的这个它的应用可以说是一个全面性的。在这一次的乌俄战争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它不只是网络战，而且它是金融战，而网络战、金融战再加资安战，其实都是彼此扣连在一起的。虽然网络战的议题讨论到青日，也佫有发言，不过受到邀请到场的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面对媒体来的追问，而且的相关意见，伊并无任何较具体的发言。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甲乌克兰已经战1个月了。乌克兰总表示，因攻击罗西亚的军舰有1只停去，2只损害。美国总统拜登昨晚已经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访问，拜登会先参加北约峰会、欧洲理事会 G7 会议。拜登嘛表示讲支持甲罗西亚赶出 G20。这台停一个和俄罗斯占领的波德扬克斯港的俄罗斯大型登陆舰奥斯克号伫咧庆典。乌克兰的海军二是通报讲，甲停一个亚速海俄罗斯海军的运兵舰拍停，所在瓦军和俄军包围的港市马里坡，也有另外2台俄罗斯的军舰也受损。马里坡即马等待人道救援的民众排队排甲落长。世界卫生组织讲，物资的运送也无啥顺利。Мой муж не дожил д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помощи, он диабетик. Передать даже в Россию с родственникам, что брата и нет, я не могу пока. 即天尾暗，第2大城哈尔科夫北边佫传出炮击声，已经知影至少有1栋厝规个毁坏，附近的几栋是盗火。美联社记者有看到救护车载走几具尸体。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继续希望盟友提供有效而且无受限制资源，包括战机、坦克、火箭甲其他军事装备。另外，乌克兰讲经由总统下令，双方第一边进行交换战俘，双方分别换回10位军人。另外一边是甲一只伫咧奥德萨附近被拍停救起来11位俄罗斯的民间的船员，换回19位和俄军掠去的乌克兰平民的船员。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北约 G7 各后面总拢召开峰会，讨论乌克兰的议题。北约嘛发声明，要求罗西亚要马上停战，嘛强调讲会继续来提供乌克兰军事援助。佮警告中国袂当协助罗西亚。美国总统拜登嘛，佮再一届强调讲，罗西亚应该向踢出 G20 集团，嘛讲美国会接受10万的乌克兰的难民。北约支区和欧盟24刷咧来召开峰会，讨论俄乌战争的议题。
北约伫会后刷礼来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俄罗斯都要随停止战争，并且会派兵来援助乌克兰。We provide Ukraine also with advanced air defense systems, with anti-tank weapons, with ammunition and fuel. So allies are providing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support, but we have also made it clear that we will not send in NATO troops on the ground or NATO planes in the air. 北约嘛决议新增加4个战斗群，伫个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与匈牙利，就是一般讲的北约同时。另外，北约的成员国会增加国防支出，达到也是讲接近因国内 GDP 的2%。美国总统拜登嘛来参加这个北约和支持的峰会，受邀请以来宾的身份出席欧盟的峰会。伊嘛警告俄国，伫个乌克兰若是讲甲使用化学武器，安尼美国会来做出回应。拜登嘛呼吁欧洲的盟友公开来赞声，警告中国唔通和俄羅斯徛伫個同一邊，還佫認為講俄羅斯應該互人趕出 G20。On the latter point, my answer is yes. That depends on the G20. If Indonesia and others do not agree, then we should, in my view, ask to have both Ukraine be able to attend the meetings. 拜登嘛宣布新一波对俄罗斯的制裁名单，也佫有对乌克兰人民的援助，嘛会刷咧接受10万的乌克兰的难民。不日个俄罗斯驻联合国的副大使波利扬斯基，伊伫咧受访的时阵表示讲，假使俄罗斯若是受到北约的攻击呛声，安尼俄罗斯就有权利来使用核武。If Russia is provoked by NATO, if Russia is attacked by NATO, I don't know. So we are nuclear power. Why not? 波利扬斯基甚至伫咧访问内底来展示马利波防伏击的这个工具的相片，强调讲这是乌克兰因家己来攻击家己的建筑甲平民。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战争互真侪人家破人亡，真悲惨。昨全球真侪所在拢有反战的示威行动。联合国难民署是统计，乌克兰有将近1/4的人口，超过1000万人不得已爱离开故乡，有370万人逃去国外。伊是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几落千人上街路表达反战诉求，其中有差不多6000人是为乌克兰逃出的百姓，希望借由这个机会，让全世界听到已经有路无厝的因上界悲痛的心声。这个集合是伫战事满1个月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呼吁全球人民同齐抗议，伫网络顶组织串联做伙。其中一个成员是保加利亚人，呼吁政客要有同理心。от страна на българските политици активно да заявят позиция и да украинския народ има нужда от нас точно сега. 定义就是上界强的抗议，这就是比利时示威的形态。24下晡，当国际领导人伫个峰会讨论乌克兰战事的同时，差不多300人聚集伫个布鲁塞尔，全部拢倒落来无讲话，都那亲像乌克兰这1个月无辜死伤的百姓的处境。对都离开战火2礼拜，即马流落他乡变做难民的乌克兰人欧兰娜来讲，这一切都那亲像昨昏同款。Ukraine is my home, and we want to come back to our home, and we want that Putin stop this war, kill children, and kill our nation. 伫墨西哥甲美国纽约，原来有乌克兰人上街路声援。这个时阵，心中上界大的期待就是战争赶紧结束。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乌克兰人1/4，差不多超过100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370万人被迫都离开国境。这是2次世界大战以来难民人数增加上紧的难民危机。估计至少有1300万人留伫交战所在，因欠缺资源，唔知倒位会当安全徛起，因的道路桥梁被迫害，也无法度离开。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再来看北韩昨下晡2点外，各向东南海域发射一粒洲际弹道飞弹。南韩嘛正式讲，昨下晡4点外有对陆海空发射5粒的飞弹来反制北韩。日本的首相华田文雄人伫比利时参加 G7 的会议，伊嘛对北韩来表示谴责。
24日到2点外，北韩伫咧平壤的顺安机场发射一粒洲际弹道飞弹，这粒飞弹飞180公里远，高度6200公里，伫咧天顶飞了71分钟了，落伫咧北海道的西南方海峡。南韩总统文在寅甲伫咧比利时参加 G7 会议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拢强烈谴責。弾道ミサイルを発射し、我が国の領海に近い EEZ 内に落下をいたしました。許されない暴挙であり、断固として非難をいたします。 우리 군은 북한의 ICBM 발사에 대응하여 오늘 오후 동해상에서 합동 지해공 미사일을 발사하였습니다. 南韩联合参谋本部研判，北韩所发射的真有可能是火星17洲际弹道飞弹。为了要应用北韩射新型导弹，南韩军方伫即天下昼4点外，又伫东海发射5粒陆海空导弹，显示军方快速应对的能力。专家认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是挑工经一个乌克兰危机试射飞弹。Because of the world is kind of fixed on the Ukraine crisis, that either North Korea is trying to refocus attention on itself, or it thinks that because that we are so preoccupied that they may incur less repercussions because of all the bandwidth that Ukraine is taking up right now. 这是北韩伫咧冷了4年4个月了，搁再试射洲际弹道飞弹，也等于是破坏2018年4月时阵所承诺的暂停核弹试爆加洲际弹道飞弹试射，也互东北亚的局势更加紧张。公司新闻陈伟林将健康编辑。 再来看咱国内的消息咯，台东一间卖火柴的农场，外销百外国家，也毋过受到战争影响，寄到罗西亚甲乌克兰的火柴拢互退回，伊嘛是受到战争的影响。要发出各种蓄水的果菜花甲丁仔花，台东的青年唐基祥向客户说明因的柴仔场，要发出来各种蓄水的果菜花，是真受东欧国家的欢迎。苏联、乌克兰他们喜欢紫色。 唐基祥讲，东欧国家的气候无法度种出这种的花，所以甲台湾买真济。不过最近1个月以来，因为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航运受到影响，毋但知影无法度载出去，就连使用国际邮件寄种去乌克兰甲罗西亚，嘛小连线拢互退倒转来。部分罗西亚甲乌克兰买的人，甚至直接伫咧网络顶取消订单，互因柴仔场的收入受到影响。 我们出口到乌克兰的邮件，从2月25号开始就暂停出口国际航空邮件。那俄罗斯方面呢，是从3月2号开始，我们暂停出口到那边的国际邮件。其实俄罗斯的客人跟乌克兰客人加起来可能占30%左右。那他们每一个客人每一单几乎都买1万块或2万块。那其实2、3个人不买，每个月影响就很大了。 唐基祥讲，罗西亚甲买的柴仔，占伊一年销售的比例有2成外，乌克兰无甲1成。一年营业额差不多60-70万。这2年来受到疫情、航运减班的影响，已经有损失。即马阁拄着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已经9个月，损失阁扩大。想袂到离遮尔远，伫咧台东嘛变做间接的受害者。希望战争会当赶紧结束。记者综合报道。 最近蒜头的大出，婚林的产量是占超过全国的9成哦。因为去年的蒜头绩效真好，今年种的面积就增加袂少，即马一斤哦可能收不到30块。县政府的农业处是真烦恼讲，若是进口的蒜头数量无控制好势，这绩效有可能会崩盘。农粮署是强调讲，今年1月到3月进口的量是比去年减少5成咯，嘛呼吁农民哦先把蒜头泡好打，才慢慢啊买。 落雨季产地拢是落5枚啊，毋若增加采收蒜头难度。稻蒜农表示，新鲜蒜头落雨季若是要采收，看起来就会烂咧田底。嘛因为今年蒜头种植面积增加，现在今年采收期，蒜头价少看只有每斤27块。是嘛有人加2000几，嘛有人加清桶的啦。总平均，即摆因反啊甲咱买啦，即摆上悬的做伫27块啦，较水的啦。 你像若加清6斤27块，你袂甲先看卖？本钱少6万啦。今年的蒜农表示，这期的蒜头种植成本悬，包括蒜种贵、人力欠工，各肥料和农药拢起价，每分地需要投入5-6万成本。目前拄好是采收期，上惊就是若进口蒜头搁入来，
看今后国产的蒜头价小更加低。所以咱希望所有咱做中央农委会啦针对进口会当严格控制啦卖伫产销期的时阵进口伤济的这个蒜头，造成咱农民收益的这个冲击啦现在进口的那个量已经比同期大概减少了大概将近有50%所以说在国内的价格上应该都会呈现稳定的现象所以进口价格相对会偏高，所以说农民应该不要急于去抛售已经让价格上会更稳定的。农业署表示，以1月份到3月份来讲，去年蒜头进口量9728吨，但今年目前只有进口4000吨。预估蒜头量阁不足国内消费需求，现在嘛已经接受900台看数机，希望会当提供蒜农先来采收看数，再来分配卖，避免今日卖造成损失。记者有年报道。再来看台南市柳营是全台湾第2大青年牛的产区也毋过最近因为饲料起价起真悬互农民是真怨叹。农民是望讲政府会当来协调牛龄工厂提悬收购的价数，来减轻因的成本压力。有仔囝看到工作真悬，伫咧放牧草，抑佫放饲料，赶紧压头落去食。这是柳营市农具业者逐工爱做的势头。毋过最近这饲料成本起真济。业者也讲，一公本地一只牛平均成本是300块，即马是起到要400块咯，起差不多3成。今年年底开始，整个国际的原物料一直开始飙涨，所以我们整个饲养成本里面呢，大概提高了将近3成左右。有一些的饲养者，他可能他的成本因为配方的不同，所以它的成本可能会增加的更多都有可能。台南柳营北往农具专业区是全台湾第2大的农具区，大部分畜牧饲料拢是靠进口的。不过对去年底开始，国际原物料甲航运的费用有起，英国讨论饲牛龄的价数是伫咧去年8月，今麦也希望政府讲会当调集到牛龄工厂，也有生产牛龄的业者来协调这车牛龄收的价数，减少到生产牛龄的成本负担。那既然我们现在的原物料已经很明确，它就是一个很快速而且大量的一个飙涨的情况之下。那而且这个涨价，目前为止我们看不到尽头，都已经在涨价了。那当然我们的生乳势必也必须要有相对应的一些调整。做源头的这个管理，比如说我们把营业税来减免，持续到6月底，那至少可以来减缓这一个饲料价格上涨的这个压力。更重要的是，因为现在在整个玉米的这个期货市场。我们绝对要往后6个月赶快下订单，包括传起，确保这个玉米是可以进来的。国内主要的饲料业者第23月预告讲，4月开始，这饲料价数每吨会起500块到600块。这个消息也让畜牧业者烦恼。不过农委会24也加这台湾饲料农业工会开会，希望在咧原物料等条件无伤大变动之下，尽量维持这饲料的价数伫6月进前拢莫再变动咯。记者综合报道。台南麻仔的产量是占全台湾8成以上，伫台南西港农民会将麻仔捆做一束一束，放伫田边来晒日头。经过2-3礼拜，就会当收成咱嘛做伙来看这种只有伫好天才看会到的特殊风景。甲麻仔一层一层挂落来，2个人做伙甲麻仔捆做滚垃圾，放伫边仔晒日。每一年若过入冬，就会看到台南西港的农民来采收麻仔。不过，这看起来简单的过程，却有真侪无人知影的心酸。麻仔足惊水，嘛足惊风台。如果伊种到一半的时阵，遇到风台遐麻仔就无效无效，所以迄当的产量就少了麻仔就贵，所以物稀为贵嘛。即几冬因为咱种落的时间，大部分拢无遇到台风、风台所以就比较有正常在收，有种就收，所以。较有量，有量麻仔价少就会较少。虽然种麻仔是靠天食饭，不过经过晒日，会使互台湾在地的麻仔比一般进口的麻仔佫较香，嘛佫较有营养。这就是农民坚持家己种麻仔的原因。其实，咱的麻仔采伫遐晒日的时阵，除了自然风干化以外，麻仔因为咱瓜也是淡的，所以伊内底佫有一寡养分。往上输送，所以咱的麻仔伊的成熟度、熟度较好，所以就是咱的麻仔参进口麻仔无共，是因为咱的麻仔是伊的熟度较好，熟度较好就是伊的香度较好，伊的油嘛较济。因为旧年秋天的雨落较济，各地种麻仔的时间拢延后，一直到旧历年后，
农民才甲毛仔割落来转油。不过，就是因为天气较无稳定，才互拍毛仔变成这个季节上珍贵的画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美型肝炎的病人大约有200万人哦，病人拢阿准，只要定期抽血检查，病毒量无超过标准，肝功能正常就无问题。也毋过，因政甲阳明交大团队上新的研究发现讲，若是比干的病毒突变，抽血嘛验袂出来，最后有可能会造成肝癌。全台湾目前有200多万的 B 型肝炎的带源者，敢要接受抗病毒药物的治疗。现行的健保给付标准是肝功能 ALT 超过每升80单位，病毒量超过每毫升2000国际单位。不过，台北荣总甲阳明交大研究团队发现，感染到 B 型肝炎的突变株，患者实际病毒量可能比抽血检查出来更较高。因为有些突变型的病毒，它是会分泌的缺陷，它会累积在肝细胞里面的内质网，造成内质网压力，造成钙离子流动的异常，粒线体功能的异常。教授解说 B 型肝炎的突变株，唔但会立起来，复制的时阵，佫会抢人体细胞自我分解再造的功能。病毒直直生团数量愈来愈多，落尾肝细胞拢总害了，变做是肝癌。有一些病人，他虽然病毒量很低，但是呢，最后还是会发生肝癌。病毒的突变株呢，它是致癌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团队表示，根据研究甲临床的经验，发展出预测肝癌的危险量表。只要9分以上，也就是年龄超过50岁的男性有肝癌的家族病史，体内佫会当验到病毒，就是肝癌的高风险族群。团队认为，若是符合成本效益，健保署会当扩大相关的给付，通好降低肝病死亡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市传统市场甲夜市啊，利用行动支付的比例已经有5成咯，也毋过使用的消费者是个真少，佫无到3成。市政府呼吁大商佮民众应该多多利用，减少接触，对防疫是有好处。用手机扫一个 QR code 就会当纳钱。这几年传统市场甲夜市大多会当看到行动支付系统。不过，伫宜兰市的传统市场甲夜市伫疫情爆发进前，大部分拢是惯势用现金来交易，而且部分营业额较少的有的加紧有政府扣税，所以无愿意加入行动支付系统。一直到疫情爆发了后，为了减少人甲人之间的接触，反而才大愿意接受使用行动支付系统。那因为摊商的使用习惯，还有我们消费者的这个消费习惯，还是比较习惯那个现金支付的方式，所以在推动上一直有一些困难。宜兰的菜市甲夜市拢总有600多个单，目前已经有307间使用行动支付系统，差不多占5成。不过消费者的使用率也是无悬，夜市因为少年人较侪，使用率差不多是2成至3成。也若传统的菜市因为消费者大部分拢是社会人，袂惯使用手机行动支付的使用率敢若占1成。我拢唔捌去用这个，我唔捌去用的，那老岁仔人啊。当然，如果说我们现在大部分来讲，就是店家没有这一项的服务，对。社会人无惯使用手机是推动行动支付系统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宜兰市场管理所未来会伫市场附近设到学站，甲社会人使用来提高使用率，嘛会积极向反来推广，提升安装的比率。嘛，呼吁民众用行动支付会当减少找钱的麻烦，也有收到假钱的机会是真方便。希望民众会当多多利用。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潮州有一个泰国鞋比赛哦，比上市的泰国鞋上大只，今年已经第4届咯，唔有奖金，只要拍破去年纪录，佮另外发2000块。今年嘛开放全台湾有持泰国鞋的农民，拢会当来报名参加。全台湾泰国鞋产量上济所在，伫屏东潮州，占超过8成的市场。潮州赛新鞋活动嘛已经连续办3年，拍出名声。若今年的比赛定伫5月18，即阵已经开始报名，要来比啥人的泰国鞋上大尾。今年5月28，我们就准备开办赛生虾。那其实，在
养泰国虾这个区块里面是在5月份甚至到中秋节这段两个时段的时间，虾子是最肥美，所以我们来办赛神虾，这个时候最有利了哈。公所表示，办赛新虾唔但好养殖业者有机会交流，消费者嘛更加了解咱家的泰国虾伊的产地甲来源，而且今年除了得名有奖金，公所佮加一笔破纪录的奖金，希望社全台湾各地头的养殖户拢来报名。去年的公虾组第1名是347公克，那母虾组是125公克。那今年我们公虾组跟母虾组各设10个破纪录奖金，你只要超过去年的这个重量的话，那你就可以至少拿到2000块的破纪录奖金。泰国虾要饲好大只，上无要1年的时间，嘛要准备搁较侪饲料。不过物价称悬，虾仔仔甲饲料的介绍是自起自悬，真侪泰国虾拢要无够大只，就烧去市面。公所希望赛新虾活动会当招愈侪人来参加，替养殖户拼销路。记者综合报道。往来伫台湾是种真济哦，伊毋若是水果用途嘛是真济。嘉义大学配合科技部的计划，组一个跨领域的团队，甲几桩往来处理过哦，本来要平价本色哦，买当搁再利用。机器自动甲往来环的芯写出来，往来的叶啊嘛经过机器的处理，变做一丝的纤维。我们解决人工处理的成本，农业废弃物嘛会当搁再利用。很多的工人他都已经不做不加入这个取凤梨精的这个作业的一个部分，所以说他们这个厂来讲的话，会非常困扰，就是找不到工。国立嘉义大学配合科技部的计划，组织理工学院、农学院甲管理学院的团队，除了开发出机器来处理往来采收的废弃物，佫利用这些物件结合生物科技，开发出各种无同的产品。废弃物的东西呢，我们可以做成一些高单价或者是高产品应用价值的一些成品呢。对于我们整个农民的收入呢，我相信是可以提升了很多的一个收入。最大问题找不到员工嘛，把这个问题解决以后我们台湾就创造全世界最有竞争力，就整个把它应用，也刚好我们在农业来讲循环农业。计划团队指出，往来采收的废弃物有真悬的经济价值甲运用空间。目前已经有真侪企业来问这个技术，嘉义大学嘛有暗算要来申请专利，希望这个机器甲技术替往来产业创造新的环境。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中华鹿港有一群少年人，因成立新声歌剧团，用创新的方法来演出传统的八卦哦。台语台青春咱的梦，明仔暗时特别带观众朋友来听看卖，这群少年人是安怎互八卦有新的表现。白来讲礼拜，新声歌的团员牺牲休困的时间，做伙练八卦。这是鹿港100年来传统的民俗，为着发展这项技艺文化，为鹿港甲台中来的团员。大家是真拍拼第一练习，团队嘛为原本2个人发展到今仔日10几个团员。怎会想要去做这件代志？是讲去做传统的顶头，还是讲科技？其实就是做较早的人咧做的代志，阮感觉我定心甲好向做起来，其实是最有成就感的。旧历初9是鹿港人的大日子，家家户户拢会准备贡品来拜天公。暗时11点开始纳听。用八卦来闹热一个，让大家感受年节的气氛。新声歌已经连续4年替电影服务，这嘛是因要复兴八卦真重要一步。有长辈咧提醒讲，严格伫鹿港的这个音乐，伊讲伊算失一站啊咯，安尼算几十年拢无这个活动。拄好阮新声歌，我若有咧评估出来，希望阮安尼出来，对地很好服务啦。八卦剧场是新声歌为传统现写演变出来的创新表演，用在地故事来创作剧本，以讲故事的表演方式，八卦加做后场的音乐，改变一般人对八卦的刻板印象，让更较侪人接受这个传统。一寡本身对八卦有兴趣，但是唔知影来接受的，会当透过阮这种新形式的演出来看到八卦呢真的有精彩的所在。创新的表演模式启动了后，新声歌要来记录鹿港每一个角头的故事，组织更较侪少年的力量，甲使到一架子的摇滚乐阁重新找到转来。记者罗敏竹、梁新伟鹿港报道。
第30当前改验了后，南部几个画家发起一个台湾计划哦。最近国立台湾美术馆都有办一个回顾的展览，来消解迄当时咱台湾的当代艺术。甲门、窗到楼梯当作符号，画出人甲大自然伫咧时间甲空间中相同结构的美妙。透过迄个门，看到外口的海，看到外口的大自然，我有一种感觉，是讲，伫迄种厝内底，其实离即个大自然遮尔近的时阵，人其实是足幸福的。今年62岁出世伫咧高雄的艺术家苏志铁，讲起30年前因为参加台湾计划，去到片湖翕相做调查，用画笔描写地理景致甲人民的日常生活。甲苏志铁同款伫咧1991年到2000年投入台湾计划艺术家甲作品，也有淡水在画人头甲人像，艺在心的时钟指尖和李准宪的形音字。因为高雄在当时解严后的台湾社会里面，他们有那种边缘的感受，所以他们会截取地方的一些语汇到他们的创作里面啊，所以这个土地方言的话也持续有在产生。他们跨越了地域的限制，然后到了台湾1000，然后等于说做一个整体台湾的观察，他们就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当代艺术的前锋。改检初期是为资深艺术家开10年时间，对庄卡、城镇到离岛各地区的边缘意识到土地方言，一笔一画翻头思考台湾主题意象。即阵过了30年，国立台湾美术馆办回顾展，希望大家超过160件作品甲文献资料，互咱对台湾会当有更较侪疼心甲寄望。记者阿敏珍、曾派文台北报道。来看意大利的科学家最近开发一种号名做阿凡达的机器人，也当帮助心脏人士来提高因的生活品质哦。咱做伙来了解。It's just like I'm really there. I can use my eyes and walk around in such a realistic way. 这是阿凡达机器人去年11月初8参观威尼斯建筑商业展的情形。迄当阵操作的人伫意大利西北部城市热那亚，透过前段装置加远端操控系统，感受现场的情形。So whenever I touch something, I feel a vibration on each finger. This is because the robot has some artificial skin mounted on each fingertip. In this way, whenever the robot touches something, I can feel it. 这台机器人是意大利技术研究院研发，有敢若真人的外表甲直觉的感受，亲像机器人若用手甲花杆提起来时阵，操作的人的手就能感受到花杆的重量。研究人员除了让机器人代替人做远距活动，也希望这项技术会让帮助残障人士。And our long-term objectives are those of re-enabling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ctually, we can see avatars as the next generation of prosthesis, where people with strong disabilities cannot move from their location and need a new robotic body in order to work and help also others in physical remote tasks. 研究人员讲，阿凡达机器人悬125公分，重53公分，比真人小可较细汉一些啊。伫操作了，伊的反应会小可较慢一些啊。不过只要经过训练，就当解决这个问题。未来5到10年内，还佫有其他版本的阿凡达机器人，希望会当帮助残障人士活出新的人生。公司新闻詹慧敏报道。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最近因为团上所谓广播信号的需要哦，伫铁塔顶头装一支6公尺长的所谓天线，即马铁塔的高度已经有330公尺了。最近埃菲尔铁塔嘛点向定乌克兰国旗、黄色跟蓝色灯光，来表达法国支持自由和平的立场。直升机吊着一支6公尺长的天线，一直向顶头飞，上尾啊停伫咧巴黎埃菲尔铁塔的上顶悬。要甲伊转起去，总共10分钟，埃菲尔铁塔就够变悬，这么悬度有到330公尺。虽然只敢若用10分钟的时间，也是靠专业的技术。
La tour Eiffel est perchée à 300 mètres au-dessus de la ville de Paris. On n'a pas de point de repère autour, donc c'est difficile d'estimer la hauteur de la couche nuageuse. Moi, j'avais besoin quand même d'espace, puisque moi, je me trouve encore 40 mètres au-dessus du sommet de la tour Eiffel. Donc, 为了要应用数位时代的需求，法国也全面建造数位广播的网络。伫全法国相关的建筑物埃菲尔铁塔，再度成为传送数位广播信号上好的选择。伫数位时代，埃菲尔铁塔的传输工作又个进入新时代。Et avec ces nouvelles technologies de radio numérique terrestre, de DAB+, qui sont désormais ces technologies que vont permettre cette nouvelle antenne, la tour elle renoue avec son ambition scientifique et technique. 1991年，埃菲尔铁塔加几个设立好研发，被纳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全世界已经有超过3亿人次来过遮。除了是巴黎有名的观光景点，也佫负责广播信号的传送加气象观测。伫这么俄乌战争爆发的时阵，埃菲尔铁塔也点到代表乌克兰国旗的黄蓝灯光，表达法国的支持。这座伫咧法国被叫做天灵子的铁塔，会继续对着时代向前行，担任多元的角色。公司新闻金婉庆编辑。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7度。外岛地区上低18度，上悬27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后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